回流。乡亲好，欢迎大家收看出名台会，我是汪小琪。台湾嘅绿化殊途係全球第二佳哦，都少子化、老高齡化社會嘅重重影響下，台灣社會都是3年之內就會轉變做超高齡社會哦。也就係講，到時節5個人之中，就會有1個人係老人家。韓卡都5年前，中央政府為咗提升呢個私人創造機構嘅品質，係設立呢個老人福利機構嘅設立標準，為用韓卡嚴條嘅法規哦，到2年代之前會全部歸上版式。不過問題來咧，到今為止，還有60以上嘅老人機構還係唔合格嘅哦。係咪為真正成為嘅所團嘅？到時節呢條老人機構為之建議建管貼，到時節本單大到地位嘅老人家佢都會用嘅山哦。韓卡呢條老人創造機構有完善冇也關係呢，二老愛強下嘅委內哦。所以今日強調是為內邊對老呢強下關心呢張議題，讓佢為大家紹介內邊哦。提及為呢個紹介係女性菩薩會世界專門委員請集中請專門委員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歡迎你，韓卡聽為內邊呢個紹介係台灣創造協會嘅總務幹事余啟聰余主任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歡迎你，韓卡第3位嘅紹介係呢個立法委員田秋君田委員你好，你好，大家好。歡迎委員，韓卡專門委員內邊呢個紹介多嘅係徐基金關懷協會嘅理事長顧啟良顧理事長你好，大家好。分享是為內邊到呢強下的關係兩張議題哦。其實跳下講到嘅那個老人福利機構那個設立標準，係咪真正關係到了按多個老人機構能擺為用嘅山哦？你看到下會了解受辦呢啲了解部分嘅情況哦。看到那個憲法設立標準過後呢，有到那個超過60以上嘅機構咧嚇還係唔合格，用辦法因為安樣，因為佢哋係建築法規還有消防法規都難突破，因為佢規定啊，至少會有窗門，會有土地嘅採光，台門啊至少會有80公分安法咯。佢個搭建建房嘅搭建啊，對老天棚咧點強下，像呢有動到嘅路線組，將旁冇辦法做到，你係入閘嘅線上，佢個呢本單係把種嘅民眾咧係變做6窗，而本平人之間、老人家之間下發同嘅空間下多哦。所以看到呢，民眾之間至少會相隔80公分，然後呢包含像係填退啦、偏鎖啊，也有機動嚴條嘅規定。當然，除咗硬體之外，對人力照顧嘅部分也係顧到。所以無論係硬體，也係軟體，在呢擺新設立嘅標準之中，都有動嚴條嘅規定哦。不過實際看到途徑嘅社會，有啲老人機構佢實際存在有乜嘅問題呢？因為先透過下部嘅樣片向下去關心到了解。我來唔識落康啊，又我冇嘢落天呢。我係目前喺度係三級上強嘅幫妹，喺度係實牌用戶機構已經幾下年呢。我不看人一直冇法度，時常來抗議，本期千無奈何。要不然打又要打最古，佢要平啊要穿咗面床水電啦，出來坐嘅又唔會講話屁股輕啲呢。唔關你咩關？比較起來啦，要帶啲機構順風嘅用媽媽就幸運到誒。唔要個大科喲，嚇？每日用路從市區下班呢，就會行到機構來同阿妹打嘴鼓。真家在冇路好。天時好嘅時節，還做得送電輪椅，脾氣去買水果。但離我住處越近越好，地方不大沒關係，但是裏邊的護理人員、管理人員。要能夠配合，因為我住樓上嘛，那他住家裡也不方便。那隨時的話，不必工作不用後顧之憂了。離不開權做啲講係家屬選擇重組機構，第一步考量嘅，做啲工作做啲專業性，沙期前嘅運用機構，麻煩天倫之樂做啲延慢。阿隻嘅？阿未啊？阿未隻？係單壁爐。啊？單壁爐。一個壁啊？個必修，這個入伍啊，周姐來啊。他來的時候大概是這邊狀況很差，非常差的，然後現在大概狀況應該看起來是非常好的。在這個復演的這個當中哦，家人給他的關注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們覺得還是家裡的附近比較好。
以后的米电饭专心的刺激灵通，再详细出腔来。通常又强又体贴，也是对阿婆很有技巧以后，阿公每一年拢会做的工作。阿公，那如果说哈，如果不是那么近的话哈，那就没有办法，连我自己行动都不行啊。我80几岁了，那太远，没有办法。你看每个孩子都叫我阿公阿公，你看都亲了，我很放心。姑妈妈老其他伯妹虽然带同一个技巧，不过啥因为不看人黑过眼，处境啥亲模相同。第8年呢就会上路的重构技巧实质办法，州内政府的统计也还有613个无合乎标准。假使年代以前技巧还无法度改善，就可能会有42000人的老人家从姑妈妈供养，而眼里不看人，能够请运用技巧。杨片地图安尼看到，掠到创造技巧顺序咧对老人家介不好。不过因为咧个新法规规定下去咧，又着介咧个老人技巧降跑模合格，所以可能会冠退，可能会退出市场。你在看吼，其实咧下台体讲到6安度冇办法过关。你在看到台体嘅情况实际统计哦，全国咧下有2046件嘅老人福利技巧。包含像系运用中心嘛，又系讲老人家创造技巧咧，全部都说系，除有600以上，有623家都冇合乎到标准。特别是主导嘅，你看到有225件都冇合格，新北市也有200件，然后你看到高雄市、然后台南市、台中市都有减有8件都冇办法过关。全台湾呢有600以上可能会冠退，会影响到几多人？为咗影响到42000人嘅咧下需要运用嘅老人家。一篇问题有先请问你嘅青春委哦，用办你嘅宪法已经为5年了哦，你看5年之内还系有600安多嘅技巧唔合格咯。这5年的落日条款到底合不合理？是好，这个标准，设的这个标准到底公不公平？我想我可以提供一个数据，就是新的标准，大概这5年来有292家的老人福利机构，就是用新的标准去设立的。全推班吗？对，全推班。所以这个标准其实并不是说严苛到没有办法让新的机构来设立。另外一个是要特别提到的是说，这样的设立的标准是原来都有，只是在更明确的，那有定有5年的落日条款，可能要举例说明，比如说它床跟床之间要间隔80公分，是。那这个80公分大家都知道，老人家走路可能有拿拐杖，还有坐轮椅，佢80公分就会留本老人家机会。冇可能讲，我膝盖面疮伫街，我冇法度坐轮椅动我面疮嘛，所以辅食呢，去还买会饲料，会有那个照顾的车辆，然后那些医疗的器材会有推车到你的床边，提供这样的服务。所以这80公分其实是要提供一个可以到自己的床部，或者到另外一个是天花板的问题，天花板。最重要就是因为感控的问题啊，因为从 SARS 以后，我们的这个感染的问题还是要被控制。那希望一个房间之间是能够到天花板，其实也是有感控的考量。其实修法的利益良善，这是毋庸置疑，大家也都认同。是说，可是现在到月底的这个落日条款，在真正大执法之前，还有60%以上显明度还唔合格嘛哈。将来我们会是就地辅导合法呢，还强制关闭？我想都不是这样，是我们因为60%是一个。它可能有检验的项目有10几项，那其他可能只是一个床宽的问题，它的床的摆设的问题，如果稍微再摆一下，其实它也有认定的空间，床跟床，可是并没有讲到床跟窗户跟床跟墙壁之间的距离，所以有时候是它的摆放的方式就可以过关啊。所以60%这个是只要有一项，或者他刚才讲的天花板没有封。到天花板没有封死，所以你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调整的，是不是？对，一定有可以改善的空间。那我请教一下于主任，是，我知道7月份的时间啦，哈，7月份时间来到老人技巧哦，记到业杂又驻取去到推背的警行抗议，在这次抗议行动之中，我们有没有针对那些个案型的或者一些自案难型，实际上不是花钱就能够解决的地方，针对这做一个统整，然后跟内政部做一个说明呢？这个东西内政部一直说在收集资料，已经收集2年了。那其实刚刚陈专委有讲到说，在某一些部分可以来适度的来放宽。这个我们在全国联合会我们那个台湾长期照顾发展协会全国联合会不断的在7月30以前呐，行文恩赐啊，
但是其实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那现在为什么会能够说，哎，大家再坐下来，好好的来看看是不是能放宽？是因为7月25号的走上街头之后，我们也很高兴，内政部社会司这边能够再给大家有机会坐下来，再针对这一些大家碰到真的实在是窒碍难行的这些事情，可以再做进一步的沟通，如何大家在这个方面。能够再做一些解套的方式。是委员这边想请教你哦，现在显然听起来政府跟民间之间的沟通虽然是有进行，但是好像无法聚焦。我们是不是在这些法规所设立当中有一些到底是可行的或者是不可行的一些状况哈，做一个分层处置，去了解它到底能不能被克服？我知道有一些哈，它已经在这个大楼或是公寓里面哈，那根据那个公寓大楼管理条例。它就是被法规所限制，就是说，这个安养机构的老板，他就算想要花钱去改，也没办法改。我觉得政府要从这方面先去把它这个画出来。那有些是你花钱就可以改的，好，那你是因为经费不够还是怎么样？这大家应该来讨论啊。那因为也有人希望说，那既然这个规定有一些窒碍难行之处，是不是不要溯及既往？那我有去请教一些人，他们说，因为我们的生权法就是那个身障者那个权益保障法呢，他们就是这些身心障碍的设施的标准，事实上都有溯及既往。那我是觉得是这样。今天呢，我们希望给老人更好的照顾。那但是96年以前所设的这些机构，他们有这么多的困难。那我是觉得说，甚至我们应该回去哈，再检讨，就是营建署它有一个替代改善方法，好，它的这个弹性是不是再给它加强？好，因为我是觉得说，我们也感谢我们这些机构长期在这种事实上经费也还蛮拮据的状况之下，人力也很困难的情况之下，照顾了那么多的老人，所以我是觉得说，政府这个时候应该适当的出来，把这些问题做归类整理，然后这个分门别类的来帮助我们这些机构的这些人员。是，那这边先请教一下我们内政部哦，就是针对这些比较个案型的，我们有可能在未来在落日条款之前，针对这些法下去的执行之后，我们做一种适当的修法，这个弹性空间是存在的吗？我想可以朝几个步骤去看。第一个说法律有授权空间的解释，刚才比如说厕所，现在是每16人是。男厕是1大1小，女生是要2间。那现在如果每16人，那下一个 level 就是32人。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用解释的方式，就是这行政机关用解释的方式是最快的，就31床以下的只要3大1小，好，31床的人的这个安养护机构只要3个大。1个小就可以满足，所以其实已经放到最宽的这个解释空间。问题二强问，你该那个古先生哈，强问哦，你实际才提一些安样困下来，多大录音架带到了到录音机构，佢到最需要嘅係乜嘅？係咧行政政府提出來嘅規定，我希望我有獨立嘅採光啊，要獨立的大門、獨立的走廊，了到部分重要，還係講其實內部嘅院體嘅實力，很加可能係錄音架很加需要嘅東西。狀好，我想你看錄音架吼，會帶到機構，會帶到讓路人吼，台裡係無卡嘅人吼，照顧到沒法度咧，已經家裡人照顧到沒有辦法，最後才會送到機構去，所以送到機構錄音機構嘅時間吼，台體分咗，而家係物理環境、物理嘅環境咯，社會嘅環境啦。啊，你咪當到咪消防了，就台體係物理環境，物理嘅環境吼，來改善啦，好了。那嚴格說來，我因為很贊成講，其實你嘅國民所得啊，各方面嚟水準見來見高，見來見好啊，你大概經濟咪會見來見好啦，大概品質就見來見好。啊，過去你了到老人家唔大讓老人。該唔係現代嘅所在，唔係現代嘅所在，可能係嘅物理環境是不好的，或者是社會人文嘅環境也不好的，不夠溫暖，不夠溫馨啦。所以兩方面吼，我看到係講兩法規嘅利益吼，個法規定得比較嚴，好處是講咧。
让人家老人家让把大家环境下好，扭转你讲，我俩老人家没人大个状况哈，所以讲，他那样是你讲俩软体，你这个主持人讲啊，俩个照顾关怀这种物理的环境，让人觉得很温暖的时间，老人家会起到俩会下好啦哈，那个俩可能是讲。法律哈溯及既往的状况会变到有影了。最好是讲，按上帝就可能么了。类似5年或是未来几年了，从按旅馆了，有1星级的、2星级、3星级、4星级、5星级的，因为年代不一样，年代法规不一样，你越来会越好了。所以就是说，是讲不合格来，你就是会停留在比较低的星级。分层性、分阶段性的，系吗？分阶段因为你有需求，主要是有需求，万一讲签不合格的时间就会变地下化。我宁可地下化，你不合法原因，因为我需要，我家里没人有照顾嘛，没人有照顾啊，只有送到养老院去，养老院去我就管它合法不合法，所以就变成没有选择，变成走向地下化也不好。所以要现推社会在立法在推动的时候，很怕一条边的状况，有一些东西适用不适用，可能都会有一些落差。你都会谈一下你家己记者去采访实际了到在全台湾高铁个录音记录才拄到了解性格实力标准过后，实际发生的问题系嘛个？你关心一下。大概有将近70%的机构应该都是会有这样子的，多多少少都会有跟法规上面有一些不太符合的部分。有一些的业者的确在他们以现行的法规来讲，对于他们要去调整建筑物的部分是有窒碍难行的，比如说要增加电梯这一块。那有一些的机构是真的是在管网的态度，所要花费的费用，他们要自行去负担的这一块，其实对他们来讲，在经营成本上面也造成很大的困扰。内政部的立案作为规定里面其实并不包含在这个所谓无障碍那一块，但是在业者的部分，他们比较期待想说，假设一次要做，我就一次把它改算完毕。说如果可能每个机构碰到的问题不一样，那真的有很多东西是，比如说建筑或消防，那个是我们很难做片面去做更动的。那如果说可以，他们有一些可以找一些人来辅导，或者是说找一些比较了解这个部分的，来就各个机构各个的状况来做一些协助，我觉得一定会有很不同的一些效果出来。咱是有聊到业者还有市区查记到改信上问题我会请问医生上你个机构也是拄到那个性格法律也会有那个规范等于体育白做秀长会发几多钱，还开始拄到嘛个困难。就是说，我们其实都有请建筑师，因为要针对相关的法规去做一些改善嘛，包含说室内装修的部分啦。那以目前的话，建筑师帮我们估算出来，将近要花到300万。300万。然后另外呢，我们还会因为床数的问题，还会再减少到2到3床。那所以在成本摊提上会成为业者的一个压力吗？当然是一定是压力啦。其实可能我觉得社会大众，可能一些负面媒体的报道，觉得说，这些安养护机构干那真赚钱啊。实际上我们现在的经过这11年来的评鉴制度，现在光内政部的评鉴制度里面，我们的评鉴有124条。那针对这一些法条，我们去做这一些的相关的配套。其实安养护机构这个行业，我常跟人讲，你若想要赚钱，你就唔好来啊。这纯粹就是一个用心，有迄个心要照顾老人的行业啦。坦白讲，在整个全国的照护机构来讲，台北市是做的是最好的，我们是坦白讲。OK。那这少掉的将近80-90家，后续还会有人再关掉啊。他改不了，他最后他可能还是被迫要关掉。这里面有多少是照顾绩优的优等跟甲等机构，他也被迫关掉了啊。OK， 委员，那这样我请教一下哈，那这些假设说这个法规定下去，那不得已要淘汰一些可能是良莠不齐品质的、参差不齐的，我们要淘汰这些后段班。可是这些需要长期照顾的老人需求人口依然在呀，那会不会产生一种迁移潮，或者是这些缺口如何是好？对，所以我觉得刚刚吴理事长讲的，就像旅馆一样分1星、2星、3星，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因为这个已经存在，我们的这个办法
后来改。但我们希望老人得到更好的这个照护品质，所以我就觉得地方政府都有在这个考核各个我们这些机构的品质。我是觉得先把它分类出来，就是你这个品质好的，好品质好的，我们先给你一个积分。好，你可能就是说，可以花多点时间再来看怎么样这个改善，不要让我们，因为事实上往郊区去迁的话，我们现在因为少子化、小家庭，那在机构里面的老人，他们事实上是非常渴望家人来看他。但你如果越迁越远，年轻人下完班以后，如果他家里又有小孩，事实上他可以去看这个长辈的时间就会越少，然后他的交通费如果越远的话，他交通的支出就负担就更大。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在地化。那我是觉得说，我们政府包括这个在地化，好，然后你的那个服务机构，虽然就是你可能现在不符合新的法规，但是你在考核上你是相当绩优的，那些我是觉得需要先辅导他们。好，还有包括安全，就你不符合消防法规，那怎么办？这个安全上，我是觉得也应该要协助，好，应该尽量站在协助的立场，来让这些机构可以持续的继续照顾这些老人。是，延续委员的话，我要请教一下我们的那个内政部这边的代表哈，我想请问一下，这种我们法里面也规定，也希望落实一些精神，什么样的精神呢？就是可以连续照顾，还有在地老化。那我们都知道说，可以在他熟悉的环境来生活，对老人家是最有利的哈。那现在可是，好像我们看到实际的状况是，有一些可能体质不良，或者是真的无法达到要求，他就退出市场了。那确实呢，那这样子60%以上都不合格、不过关的情况之下，这些老人们何去何从？还有一个我要请教你的问题就是说哈，这些迁移真的到郊区去了，会不会刚好跟我们一开始立法的那个终极目标是背道而驰的？我想整个老人福利的照顾政策上，在地老化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跟目标。那刚刚几位有特别提到说，其实我们在所有的老人福利机构里面都有评鉴的制度，已经行之多年了。我们也有分评鉴的优、甲、乙，好，它有分等地的，其实在网络上也都可以看得到。那可是要不要这个设立标准，因为它的评鉴的高低去设定不一样的缓冲期，这个倒是要再去思考。不过我想，其实没有那么，我们现在内政部的研究已经就是把这个部分有半年的缓冲期。那这个半年的缓冲期，我们希望来面对问题，来正视问题。那如果提供正式的数据，其实也没有大家这么忧虑、这么担心。我提出实际的数据哈，以100年6月底到今年的6月底来看，台北市确实歇业了老人福利机构，这个小型机构是15家，新北市是歇业了6家，台北市少了330个人的照顾的安养床位，可是新北市呢，反而增加了345个床位。如果以台北这个北基的共同生活圈来看的话，其实是反而增加是45床，就是整个照顾的供给量。不过我们当然还希望服务的在地化、老化的能够社区照顾哈，能够在地老化，这个也是我们共同的目标，一起来努力吧。我问题要请教一下我们古先生哦，就是说，因为新法要求要有独立透光，如果老人不得已因为这个要迁移到更远的地方，他会不会宁愿没有窗，也要住在熟悉、安心的地方？迁移潮，或者是说老人必须到郊区去生活，这个所谓的离家庭比较远的状况，对你对老人议题的了解，它是不是一个隐忧？了就这样啦。普通老人家带屋下去的等习惯啦。之所以会去机构，就是因为家里没办法提供我必须要的服务啦，才会去机构，去老人机构。老人机构那等于是第一个搬家，提起到搬家时都屋下搬到机构去。天二摆有为了两家机构，都两家机构搬到行业到机构去，其实是还唔好啦。对老人家带熟悉的，已经假如果生活了一段时间，带家人来所在管理了的工作人员啊、地方这样收，如果搬走，实在是还唔好啦。你对于老人家的适应伊个环境的能力，本来是还难还带啦。所以那时候尽量是唔好问题搬啦，唔过系讲两部分系研究系讲，从两家机构搬到另外一个或者不
不好机构办的比较好的机构吼，了就对老人家就重新来让向吼，按某禁忌就了部分来研究某啦吼。啊，不过是讲考虑到讲家人可以很方便去看的话哈，确实是说你要考虑到子女孙啊来啊，甚至来围看哈放片哈，就是很重要的考虑啦，就是说让佢嘅家属回去啊，是下放片哈，加上佢个，说带人带啦，其实对老人家搬动一次家，其实都是很大的冲击跟挑战啊。那种你可以看到，类似讲器官移植一样的，你从家里移到机构去，就像器官移植，有时会引起排斥啦。到另外几个又办到另外几个，其实也是不好的啦。所以的话，大家讲的在地化、社区化，也是当重要的观念。好，感谢主任哈，佢提出佢嘅看法。其實你下今日討論嘅問題哦，你透過一種籌辦嗰一塊，佢嘅廠是講你們較清楚哦。其實你做咧法規是很客氣吼。外界吞吼，外界嘅顧順到了解，咁怕咧個政府機構吼，一件問題因為冇辦法過關，還有多建築項法規項嘅問題，可能咱克服咱突破嘅吼，除非首先本單帶到地步係嘅容易會有各不種嘅淺實嘅問題，香港咧那個造複雜，還有比較複雜嘅實驗問題，對下裏邊都有講到，香港專門你嚟設下簽下，就係你關心嘅議題，到底咧會引起那個人為一種非法瘟疫到咧個市場內麼？專門嘅問題現場問一下，你嘅社會資料片吼，就係針對咁樣產業嘅了解吼，有部分關係冇合解嘅吼，到底有信息講義對麼？然後要找啲信法去做嘅吼，從呢條下講到，啲信法做係唔係有可能採題，就變講特別是也好，選別是也好，採題有新嘅機構，然後都應該做啲混合好嘅空間環境，合好嘅硬體設備，唔過呢唔是許多客人嘅為數。咱所了解的来讲，特别是同性别是来讲吼，有冇会做的，没有做信息的，到底有法度深度讲去隔伊的，吼，老人家去先隔伊的，他人不亲，有时候土亲，他临近他的家的环境，可是他可能对某个照顾服务员又或者这个主任有特别有亲切感。其实这个他考量的因素都很多，然后不是单一的因素。不过想以目前台北市。像昨天的媒体报道说，他们的这个变动，那我们尽量会提供这样的照顾的需求，让满足他们。只要老人家有这样的需要，我们就尽量。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设立的标准有没有更多的空间，如果甚至尤其是好的，不要变成一个这个劣币驱逐良币的状况之下，把整个福利的照顾体系用好，这个其实我们也是衷心期盼的事。所以今日大家談論下來，有一個焦點做啲其中強下，就係講咧，做啲材料呢個機構之中咧分等級吼，像委員講到嘅，還有醫主任講到嘅分等級，還個分階段，其實唔係全部大問題吼，做啲有合司法性啊，做啲一步一步都會過關，不過還卡到嘅老人做啲緊急可以安居養老吼。你先問下，因為個多陣咧投入嘅現場，會繼續都了解，那個長期照顧機構吼，哪一個大問題，那個大問題就係人力嘅問題。需求轉到全面台會嘅討論現場，就統計哦，全台灣哦，呢個需要長期照顧嘅家庭，提提咗65萬到90萬人多哦，然後影響係800萬嘅呢個老年人口哦。喺家庭呢，呢個個人社會潮嘅內咧，按樣嘅社會嘅氣勢發展，所以呢個老年照顧機構。嘅內容做得講係見類見重要哦。你也知道啊，吼，你下嘅本土困苦人員啊，佢嘅服務範圍都冇到3%。香港講到呢個外籍嘅勞工哦，大體也才20萬邊啦，所以佢僅僅做得應付有8萬按樣嘅市區嘅人口麼，到底台灣做好準備麼？你先來看一下吼，一個到底老人家需要係乜嘅服務，香港都到哪條困難係冇辦法突破嘅。機構未來他們應該是要在夜間人力照顧比例上面應該要去增加。現在機構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跟醫院一樣，它的護理人員的部分，因為護理人員目前有一個就是流失的這一塊，其實是比較難以補足的。照顧服務員他們可能選擇薪資比較高的，
那或者是刚才提到1对1的照顾，机构里面就1对多嘛，居家还是1对多嘛，那相对来讲是比较辛苦，所以说留下愿意做的人就比较少。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能够中央能够就跨部会的一些会议里面，能够针对这个在医院里面从事这个照顾工作的照顾服务员，能够有一些这个配套的一些管理的措施，所以可能薪资啦，或者是休假一些配套的一些措施，我觉得这个人事的一些，譬如说你的福利等等，这个也是很需要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好，问题杨皮在强调，你自己注意呢？请问一下，现在在机构里面哈，招聘本劳都招聘不到，这么困难，是原因出在哪里？我们的职训局号称每年都训练了8000到1万个照顾服务员，但是有没有进到职场呢？其实没有进到职场来嘛，所以为什么会没有进到职场？当然应该这么说吧，他进到职场，可是选择不是私人的长照机构，是宁愿进到医疗系统。也大部分是这个样子，因为就是说他到医院里面去做1对1的看护，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占了蛮大的一个部分的，但是我个人在看这个部分，就是说这其实也是台湾医疗上的一个很畸形的现象，也就是我医院没有护理人力，所以这个病人住到医院来了，我们护理人也是没有办法去照顾他的这一些日常生活起居的这个部分，所以他就必须要有1对1的照顾服务员，照顾服务员去选择到医院里面去做看护，当然有他个人的一个需求性的考量或各方面，那这个我们当然不予评论。但是我觉得政府很奇怪的一点就是说，这个医院看护的这个部分，他24小时都在那边工作，而且甚至可能1个月、2个月，永远都在工作，也没有回家。那我也不晓得那劳基法在规范，为什么这一块是永远不会受到劳基法的规范？是各方面的，就是说在这个部分，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存在，而且应该是相当严重，但是没有任何单位愿意去处理这个问题。OK， 你提到另外一个问题，不过我想要请教一下，总归回来，会不会人力上的缺乏跟缺口哦？其实现在也是长照机构在整个提升整体品质上会面临到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除了硬体之外。在你的观察是这样吗？那当然，因为其实我觉得说硬体的规范啊，像这些设置标准啊，我觉得这些是如果在安全的这个要求上，那基本上我觉得要是。但是如果其他的这一些非常百般的这一些设置标准里面呢，我觉得都不及这个软体在实际上人的照顾品质的这一个部分的要求了。好，委员，那我接着请教一下哈，对啊，李主任去讲到哈，其实哈，你行业里不就很问题，仅仅又走到听的尾息，所以我想请教，可是过去政府可能基于保护本土劳工的原则，他们的工作权要维护，所以其实还是鼓励民间在这个外籍劳工的使用上，希望能够是逐年降低，甚至就是说把它门槛提高。那希望它是一个替代，是一个过渡期的啦，不会是依靠。可是现在问题是，很多的主流选择还是聘请外籍劳工。那你怎么看这样子一个状况？如果说外籍跟本土的哈，那这样其实再请教起来，它其实是有一些自然难行的地方。对，所以事实上，我们也执政过哈。那事实上，我们也必须承认，一方面失业率是那么高，一方面，想要找工作的老板。还是很多是像刚刚郁主任讲，他们找不到这个我们本国籍的这个照护员服务员。那当然我想就是说，我们可能在这个政府的宣导，包括内政部应该像公益广告，应该告诉大家，这些人是替我们来照顾我们的长辈。他这个等于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一个最具体的发挥嘛。我们没有时间。的时候，他们这样怎么照顾我们？那当然，开放这个外籍劳工的问题，这个事情呢，大家讨论很久所以我是觉得说，政府应该做一个更整体的一个评估。就说如果我们本籍劳工或者是我们本国人一直观念上改不过来，事实上那个薪水这卖工厂的便宜嘛，赶快呢譬如说。也有人跟我们投诉啊，讲你别当怪我去请外籍劳工啊，咱在地人定定，这本国的劳工就是常常请假，
一下他家里怎么样，然后就常请假。好，那事实上如果说突然请假，然后会对家里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困扰。比如他是居家，他需要一个居家照顾的。那在机构里面哈，我是觉得说我们政府应该做个长期，然后跟大家呼吁说，事实上呢，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我们在没有本籍的这个人士愿意投入的话，那我们就只好被迫开放外籍的，因为我们的老人化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那我请教一下社会师这边哈。第一个，我们面对嘅吼，係我習慣老講，兼怕為咗某類嘢，還卡跳下講到各種嘅習慣啊、文化因素方面，咱一年都唔去考慮。還有聽嘅，我哋講到本土嘅群富講，那個新本動高，因為長期到長本土嘅那個年紀還高吼，所以那個在政府方面嘅係充然嘅規劃吼，針對那個多大本土嘅群富講，而用版本去產業化，還個那新本安國嘅問題。你都有配到個處理嗎？我想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啦。最重要是人就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服务品质其实硬体还是其次，最关键还是在人的这个温馨的对待。所以我们甚至规定说，夜间值班可以有外劳，可是至少要有一个本国的人，那就是因为要应付突发的状况，老人家在跟他沟通跟面对的时候，至少要有一个是台湾的人可以跟他沟通，到底要痛到要不要急诊，或者是哪里不舒服，这个基本上一定要这样做到。那另外一个是整个照顾服务员，包括看护医院的看护，它的衡平性要再做一个考量。确实，现在市场机制来说，一个到医院的看护，他1个月可以拿6万块。那到机构里面只能够拿2万多块，比基本工资再高一点点。那两相权衡之下，如果他的家庭条件，他当然去会选择，其这是本性嘛，就是薪资比较高。那怎么去把这个照顾的能力去做一个衡平性？可是以我过去的经验，我们在公立老人安养机构里面的照顾服务员也都是本国的劳工，他们也愿意用2万多块。那其实他可以享有更多的家庭生活，跟他的这个再进修的机会也更为稳定。那像医院看护工，他可能是朝不保夕，我今天来照顾这一天，可能过2天这个长辈出院了，他又可能无事，我又不知道下一个病人在哪里。佢話呢陣就講到啦，才機構私人嘅機構衝跳嘅強咧本土嘅困苦，講係都困難事情嘛。所以整個福利的制度跟規劃，其實跟外勞之間的搭配的關係，其實這是整個很政策的核心的議題啦。然後我覺得它彼此之間付費，然後福利薪資待遇跟它的工作環境，其實這是整個要去做思考跟設計。哎呦，我嘅長門股先生哦，曾經看到兩個人哋嘅問題去觀察到乜嘅事情？係，我嘅觀察係講，兩萬機構也好哈。照顧老人家哈，台裡就是滿足於生理上的需求了，就是身體的照顧性啊、水性啊，這些基本的生活。因為現在機構也好，這個人力上哈都很吃緊，所以你說要滿足他心理的需要、心力了、靈性方面的需求，甚至社交、社會活動，我覺得哈兩萬還。我們覺得還距離理想還有段距離了，因為機構在這些很有限的一個人力、很有限的成本之下投在這裡，所以安香港狀況啊，你有除了滿足他生理、吃喝拉撒各方面的服務之外，你要提供他更好的那個滿足剛剛講的心理啦、社交啦、靈性的需求，兩方面是都缺乏啦哈。那外勞幫忙我們非常大，就是滿足身體各方面的問題。而當然唯一問題就語言文化方面哈，沒辦法溝通。老人家其實都會講起過去的事情，回憶療法都是要跟老人家講過去的事情啦。而可是外勞是這2、3年來才加入你的家庭、你的社區、你的機構裡面，所以對老年人的過去完全是陌生的，何況是語言、胃啊、溝唔通啊，跟飲食各方面全部困擾。所以我認為呢，外勞其實幫忙請台啊，而其實他只滿足你個老人家基本的。心靈層面還有國家強烈不足的素材。嘿，所以兩部分哦，希望哦，人白往好方面發展啦。人白希望向好嘅方向嚟發展。其實你看到你下嘅機構吼，你嘅人力資源分配減怕出問題哦，你看一份資料，你老大家說明。
今日大家袂较清楚。看到吼，龙眼机构包含有其实代替毒剂嘅性质。属性类粪便吼，像系运用技巧，然后创造技巧。运用技巧就系讲，说龙眼架，不过佢某时呢，某时之间做啲持有咧发通嘅龙眼架，佢个创造技巧呢，系需要有到部分嘅造福咯，比如讲吼，要插尿管或鼻管哦，或者是创造技巧安尼看到，其实系性能嘅。佢係在生發方面需要人類承受，像安樣嘅，香港安尼也會看到實際龍眼有一個實際嘅證據。除了分資料安尼看到，其實龍眼嘅技巧除了個分別方面，針對龍眼嘅需要照顧嘅嘛個長途嚟做分別。不過安尼也啲啊吼，安尼看到動到嘅像係財團法人啊，或者公社民營啊，或者是一些公立可以得到政府比較多挹注和資源的這些機構，記得佢才開始實嘅時間吼。都係受了個下控權嘅個人渣，唔係受了性能嘅，係唔係會產生了個醫療資源錯置嘅問題？請問，我想應該不至於說會有醫療資源的錯置。我想在老人福利機構設置標準的狀況之下，照顧到不同層次的，好，比如說安養的一定是照顧能力會比較寬鬆，那需要長期照顧，需要用3管的，像尤其像氣切的這個病人，他的護理人員的配置，他的相關的專業人員的能力一定會比較高，所以我覺得如果部分採取，當然我們是要鼓勵大的財團法人，甚至我們內政部公立的安養護機構，我們自己的私立的安養機構，他們去把難度比較高的，比如說失智的部分，或者是需要比較高度照顧的部分，那他民間，因為政府就不應該跟民間去競爭這個關係了。這個是我基本的態樣。如果說把像過去公立的機構，你應該去照顧比較難照顧的，甚至被遺棄的，好，然後比較難度的，政府要去有這個責任。我想這個是一個企業責任跟社會責任之間的分工吧。你係政府嘅責任咯，唔係醫主營你看法也係安樣嗎？我在想這個議題比較牽扯到的是在另外衛政那邊的護理之家的資源配置的問題啦。也就是說，護理之家，因為我們現在尤其像台北市，絕大部分都是醫院附設的護理之家。那所以因為它的醫療資源很豐富，所以呢，很多人其實就想要，就我們台北市醫院附設的護理之家，永遠都是滿床的啦。永遠都是滿床，永遠都在排隊啦。就是因為有這麼多人希望能夠住到那裡面去，醫院的護理之家變成說，他去挑 case， 就是偏偏要顧我要顧迄好顧的啦，我就不愛顧歹顧的，好啊，所以反而會變成說，真正需要被醫療照護的這樣的一個比較嚴重性的這些老人，反而他比較沒有辦法能夠進到他真正需要被照顧的地方。也就是說，我針對剛剛這個議題，我覺得它比較不是因為大型機構，或者是說是養護社區型的養護機構的這個資源配置的這個問題，比較是護理之家，尤其是在台北市比較嚴重是醫院附設的護理之家的這個部分。但是如果剛剛有講到，特別這邊提到就是說失智老人跟失智專區這個部分，我倒是有一點意見我要提出來。請說。因為這個設置標準也是在96年7月30號所制定出來，就是說那個失智專區我們叫做 group home 的，就是團體家屋，小型照護它是8到12床嘛，如果沒有記錯，那在這個部分的一個新的設置標準出來，那也就是說希望這一些失智長輩啊，能夠被好的照護，所以我們政府就設定了一個失智專區，能夠希望來以後照顧這個非常非常嚴重的這個失智老人的問題，格外需要照顧。現在全世界4秒鐘就產生一個失智老人，但是我們那個法規定的那個程度，到目前為止，全國到目前為止，8到12床獨立成立的這樣的一個失智照護專區的這樣的 unit care， 目前為止5棟啊啦，無半間啦，同台灣省無半間啦。是。所以如果說一個5年的政策都完全沒有任何一家去設置，我想這個政策絕對要值得被檢討的。好，問題請問，你實際經關懷協會哦，有問題條下有講到，你係更重要嘅一個缺口係咯。失智啊，實際嘅老人家哈，比個失能啊，就失能到失智哈，這兩類的需要照顧老人哈，確實以目前的資源，長期照顧資源是嚴重不足了。因為假如一樣失能到失智的老人家哈，機構大部分要說兩者都有的。
假如没有失能，只有失智的，他不敢收。要投入的人力人力会很哪多，新本很哪够了。所以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然后这个失智的老人他长期来就是给这个政府的这个老人福利政策是所忽略的啦。那失智的这个人口是年龄越大比例越高了，越多岁越会该罹患失智了。那失智上，他现在我们就发现非常非常的困难的一个状况，就是要到机构。没有机构可以照顾，那机构假没专门的收失智的老人的时候，干嘛没办法找？嘿，他这两个人，人家都要搞物理环境约束，就是说不定就是绑起来了，约束起来。另外就化学上的约束，就给你镇静剂什么之类啦。而且其实对这个老人家是非常不好的。而你要请外劳。最大麻烦又是语言不通了，所以自己照顾又没有办法，所以在失智老人，我们常常就讲失智老人，其实他的家属是第2个受害者，是隐形的受害者，因为他这个病他不知道，一定很容易处理了，而家里的人又不知道这是失智症问题，还以为。这老人家是跟你捣蛋，是跟你搞鬼，哇，所以家里的冲突也很多等等，造成的困境是非常多。所以我觉得失智了得这一块不管是机构也好，社区推广，很动重要来共造了。是，委员，我们从老人的长期照护看到越来越多的老人人口，也看到了越来越多在台湾失智症这样一个状况的恶化将来我们在法的这个制定上或者修法上，我们又怎么样补足这一块缺口呢？事实上我们觉得说在这个我们不是长照那个保险嘛，政府要推，但是现在大家又担心，我们看到健保也快倒，劳保也快倒，然后公保也岌岌可危，所以我们也很担心，你长照保险如果真的推下去，有一天是不是也会面临跟健保一样的困境？所以这个在我们的政府以及立法院事实上是经过很多的讨论那我是觉得说，今天台湾那个老人化的问题跟少子化的问题，实际上使得这个问题的严重度更加的恶化。那所以我是说，今天我事实上。从宜兰赶上来，等一下还要赶回宜兰的状况，我还是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的重要那我是觉得今天呢，我们先面对机构这些问题，先把这些问题解决。那我们这个长照保险如果要开办的话，这里面有非常多的细节要讨论，我也希望政府可以依照行政程序法开听证会。因为我们也曾经讨论到说。譬如说你是居家照护，你在家里面被照顾，你政府如果要这个补贴这个长照的保险，最后要给付的话，是要给大媳妇、二媳妇还是三媳妇？要怎么轮？这个搞不好未来都还引发这个家庭纷争。所以这里面一定要让我们人民一起来参与这个制度的规划跟讨论那我希望说内政部。这个不要重蹈这个健保的这个覆辙，健保当时就是太过匆促上路，现在给付的问题，这个血汗医院的问题，血汗护士的问题都跑出来了好。其实呢，站在这个时间点上是我们检视这10年长期照顾来，我们需要走一个新的转思的面对今多个老人口你到底要用办对进行，很可能你老过后那个生活，然后你个关系都动没切所以你还大家关心个问题台湾个台湾个社会人老得很快，又活得很久，所以那个问题潜在的这个长期照顾需求8到10年，从安用可能。从点线面又各方面的全体来照顾因为呢，非常欢喜要想到时间里边都强下来关心大家议题其实呢，我先抢你个女性普遍先针对你共同希望在台湾个老人化个社会出来里边呢睇你很会做事情很动作针对根本安样个讨论，很希望能把你个政策规划做得方向，比如讲上去社区个照护内容，做得去教你采体的运用，是最终个目标。以今年101年6月底台湾就已经有255万4988个老人家，为了20年个速度会很大，所以整个的
制度的规划设计，不管是卫政从外劳的应用，从劳委会，其实整个都还有共同的努力的空间。不过我觉得大家也不是那么担心，像我最近用了2个月的时间走访了全台湾的社区发展协会去做评鉴考核，每个我们社区的关怀据点、社区的送餐服务，然后老人家的这个服务呢，其实是多样态的，就是我们有服务的关怀的这个机构式的照顾模式，有福利服务输送到家的模式，有社区的照顾的模式。其实我想一起来努力，只要我们的目标存在，然后透过我们已经非常面对这个正视这个问题了，我想用更多的这个能量来去解决我们需要处理的问题，去创造属于台湾本土自己所需要的这个福利制度跟福利服务的供给层面，让服务能够可进性，就是让又可以达到这个我们期待的目标。好，非常感谢那个专门委员，今日有请教主任哦，对公仆们吼，记得做法底下提出了一个规划吼，记得还有嘛个我要讲的。在民国96年12月12号就已经组成叫做老人福利推动委员会。那这个为什么这一次的这个设置标准弄出来以后，会有将近70%的机构没有办法来符合？我想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一些在社区里面的小型机构的整个服务样貌跟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并没有被政府所知道。为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个社会福利推动委员会里面有2席的机构代表。那2席的机构代表呢，全部都是3到500床的大型机构代表。那在这个事情，在民国97年的时候呢，全国的这个各县市的这些小型机构的理事长啊，联署了推举一位希望能够进到这个社会福利推动委员会里面去，才能够把这个照顾了75%的老人家的这些心声跟这些现况，能够让政府来知道。但是延续到现在已经民国101年了，而这一期的任期会到民国102年的12月，一样没有小型机构的代表。所以在这边也借着这个机会，我真的是向内政部一定要非常的这个拜托，一定要让小型机构的这个照顾75%的老人的这些机构的心声跟现况，能够进到内政部里面去参与相关的一些这些法规的制定。好，我想这个是我们在小型机构的业界里面是非常希望能够表达的声音。好，感谢你。入大家线上，准备也请你带转移哈。没问题。听呢，大概请委员做最后的结论。是，对这个我们的医院所附设的这个机构呢，我会跟卫生署来商量，就是他要一定比例照顾这些比较这个3管，好，这个包括气切的这些老人，他不要浪费他的医疗资源，然后这个善尽我们这个医疗机构以及政府的责任，就是我们民间或者是居家在做的事上是应该让这个医院这个做不到的，就是我们家人做不到的到医院去，那不要说医院照顾的反而是比较容易照顾的老人，那这样就本末颠倒，也浪费医疗资源。真紧，讲那么错，感谢委员，今天节目也请你个台讲。系台湾的社会吼，你看老人化吼，你看这后生的老人家来照顾下老的老人家，下老的老人家85岁以上，下后生的老人家就60岁，60岁的后生的老人家来照顾家爸家妹，就80人岁、90人岁啊，所以两个趋势，你讲希望我照顾老人家吼，你咪会照顾老人家的人啦，就照顾老人家的。我们不止老人本身的福利，我们照顾老人的人的福利，好也涉及机构这些品质啊，都要一起来照顾，让我们这一代老的时候有更多选择，更好选择住更好的一个环境啦，哈。好。如果人有讲吼，俩某囝8年份哈，人老囝俩冇病苦哦，所以你为了全部大家都会老咧个后，咧个社会大大本你系用办友善个环境，需要来下大家公部门也好，民间团体机构也好，为共下共同的关系嘛，俩都行动中，唔过会做事情，一件事情都做唔得添平替。非常感谢收看，大家收看今日嘅全面大会，你下个礼拜同一时间，你再会。